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539。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115年4月初7星期二，精彩有产招的资料。咱今仔日同款要来提供2招3种医，来互咱线上好朋友来好牌参考。首先头一招就是咱面头前所看到的11开伫第3期，伫下5期固定11、25、35要来开3种医。这招准10进11。伊第一版是伫顶年9月20，9月20第3期开11，伊下5期11、25、35，伫这期伊来着25。过来下一转10月2511搁开咧第3期，伊下5期11、25、35来着11甲25，这期是开这3种哦。搁下一块12月初10，12月初1011搁开咧第3期，咱同款下5期搁来用11、25甲35，伊下5期来着35。搁下一转是12月31，12月31第3期搁开11，咱同款搁用11、25、35，来下5期使用。伊伫下5期来开着11。搁来下一块是1月17，1月1711搁开咧第3期，下5期同款来用11、25、35，伊这期来着11。搁下一转是1月22，1月2211搁开咧第3期，同款下5期来用11、25、35，伫这期来着11。搁来下一块2月初3，2月初311搁开咧第3期，同款下5期来用11、25甲35，伫这期伊来开25甲353种哦。搁下一块是2月17，2月17第3期搁开11，咱同款下5期来用11、25甲35，伫这期伊来着25。搁来下一转是3月13，3月1311搁开咧第3期，下5期同款用11、25甲35，这期来着25。搁来下一转是3月28，3月2811搁开咧第3期，同款下5期11、25甲35，伫这期伊搁来着25甲353种哦。搁来下一块是4月初1，4月初1搁来开11，咱同款下5期，下5期就是咱这期4月初7，爱来开出。这招是11开伫第3期，伫咧下5期要来带11、25、35 3种医，来提供互咱线上好朋友伫咧这期来好牌参考。搁来另外要过来介绍的一招是第2期开7尾，第2期若偏开7尾伊伫下2期061032要来开3种医，这招准10进11。伊第一版是伫顶年的12月初4，12月初4第2期来开7尾，下2期061032，伫这期伊来着06甲323种哦。
佫下一轉咧是12月初十，12月初十第二期咧佫來開7尾，下兩期咧061032，第即期咧伊來就10，佫來下一塊12月15，第二期咧佫來開7尾，下兩期同款0610甲32，第即期咧伊來就32，佫來下一轉咧是1月24咧，第二期咧佫來開07，下兩期咱同款來用061032，第即期咧伊來就32，佫下一轉咧是1月27，第二期咧佫開7尾，伊下兩期咧061032咧來就06，佫下一轉咧是1月30，1月30咧第二期咧佫來開7尾，同款下兩期咧來用0610甲32，佇下兩期伊來就06，佫下一轉咧是2月初4，2月初4咧第二期咧佫開7尾，下兩期咱同款佫來用061032，第即期咧伊來就06甲32咧3種哦，佫來下一轉咧是2月16，2月16咧第二期咧佫來開7尾，咱同款佫來用061032，第即期咧伊來就10甲32，即期咧佫開3種哦，佫來下一轉咧是3月初7，3月初7咧第二期咧佫開7尾，下兩期咱同款061032，伊佇即期咧伊來就32，佫來下一轉咧是3月26，3月26咧第二期咧佫來開7尾，同款下兩期咧來用061032，伊佇即期咧伊來就06，佫來下一轉咧是4月初4，第二期咧佫開7尾，下兩期就是咱即期咧4月初7，要來使用的。即招咧是第二期若開7尾，下兩期固定咧061032咧要來開3種伊。以上咧即兩招，來提供予咱線上的好朋友咧，佇咧今仔日咧來附擺參考。感謝大家耐心聽完愛的分析，咱預祝咧即期咧會當順利中獎。感謝收看，感恩，多謝。